今日仲要話俾大家知一個秘密，就係我哋屋企裏邊呢個白醋啦。如果咧你淨係用嚟炒菜食，咁真係大材小用啦。白醋大家都食過，但我咁講啊，10個人入邊咧有11個都唔知道呢個白醋有一個好犀利嘅隱藏功能。特別我哋面上斑點、紋路、摺紙又黃又黑、紋路比較深比較多嘅咧，今日咧要認真學習呢個視頻啦。嗱，我同大家解鎖呢個白醋搽面護膚嘅小妙招啊！你學會以後咧，再都唔需要花成千上百買嗰啲瓶瓶罐罐啦。白醋搭配一樣好嘢，你個老公咧只會越嚟越愛你噶。嗱，大家好，我係江哥啊。讀書嘅時候咧，曾經喺韓國嗰邊留學，喺啲美容院入邊打工噶。後來咧，因為父母年紀大啦，要回國照顧陪伴佢哋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喺韓國美容院學到呢個護膚小妙招咧，免費分享俾大家。大家知唔知道啊？韓國人普遍水嫩白淨嘅秘密咧，就藏我哋每日食嘅白醋裏邊啦。嗱，唔理你今年嘅年紀咧係40、50定60、80啊，面上如果眼袋淚溝又黃又黑，斑點紋路比較深比較多嘅，鬆鬆垮垮下垂嘅，咁成個人睇起身會特別顯老嘅。咁今日咧，記得將呢個視頻咧認真睇晒佢啦。怕記唔住嘅朋友咧，可以點個紅心同大拇指收藏起身，亦可以轉發俾身邊咧貪靚嗰啲閨蜜朋友啊，讓更多嘅人一齊受益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你準備2樣嘢就得噶啦。第一個就1瓶白醋，平時調味用嘅就得噶啦，唔需要指定咩牌子嘅。另外咧，重點嚟啦，你再準備呢個左旋維 C 嘅凍乾精華片啊！你千祈唔好少睇呢樣嘢啊！佢唔係普通嘅護膚品啊，佢係美容院內部都用到過一個純原料嚟嘅，而且呢個係小分子。咁乜嘢係小分子咧？同你哋簡單講啊，就你平時用嗰啲成千上百嘅瓶瓶罐罐搽喺面上邊，佢只能夠喺個面嘅表面停留幾個鐘嘅啫。而小分子咧係能夠輕鬆快速跑到你皮膚最裏頭嘅，可以由內而外將你變成一個全新嘅自己。咁呢樣嘢你幫我換個名、換個包裝，再用到美院嘅富婆闊太嘅消費者嘅面上邊咧，佢嘅身價咧翻咗好多倍噶啦。咁下邊咧，我認真咧介紹俾大家睇睇點樣用噶啦。大家咧認真學、認真睇啦。我哋用嘅時候咧，將佢個包裝撕開佢，然後咧拎出一粒呢個左旋維 C 嘅精華片，放喺手掌心，跟住滴幾滴白醋落去。你睇睇，佢一下就激活溶解噶啦。咁我哋用手指攪拌一下，每晚瞓覺前均勻搽喺面上邊有斑點、淚溝、眼袋、紋路、摺紙呢啲地方啦，直接輕輕按摩咧，你讓佢吸收就可以噶啦。講白咗咧，你邊度唔滿意多啲搽邊度就係啦。佢小分子嚟嘅，吸收好快嘅。你睇睇幾潤幾滑，又簡單又好用。關鍵平啊嘛！如果大家屋企食嗰啲白醋用完咧，推薦你哋用呢個美容白醋啊，佢係我用搽面用嘅，酸度只有3.5度，更加適合我哋嘅皮膚嘅，可以令到肌膚柔潤細膩咧，有光澤嘅。而呢個左旋維 C 咧，佢專門俾美院提供嘅原料，我哋自己拎翻屋企做一樣嘅啫。做一次啊，好平，1蚊幾毫嘅啫。呢兩樣嘢搭配一齊使用咧，就係我哋保持靚靚嘅好寶貝啦。嗱，如果話你唔知道呢個左旋維 C 嘅精華片同美容白醋喺邊度可以買得到嘅，冇所謂嘅，你點左下角頭像裏邊嘅商品櫥窗咧，幫你哋準備好啦。或者咧入嚟直播間有專人教大家點樣用嘅。趁佢今日咧喺度做活動啊，快帶翻屋企試一試啦。最後咧，祝各位姐姐咧美麗動人，出門充滿自信。